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言是青梅鸡啄着虫。伊的意思是在形容无本事，也是条件歹的人煞真好运，亲像青梅的鸡同款，明明都看袂到，煞运气真好，凊彩就有物件通食。这句话嘛有人摕来警惕别人，讲人的成就敢若是好运尔，毋是家己辛苦打拼的结果。安尼有影是无好，敢若看到别人的成功，却无去想成功的人爱打拼偌久的时间。若要怨倒别人，挺好把时间摕来拼前途较实在，敢毋是？以上，感谢收听。